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樂於助人星座 Top 3。第一名巨蟹座，第二名雙魚座，第三名處女座。第一名巨蟹座，好心腸指數97分。巨蟹成日都先為人設想，見到有需要就會主動行埋去，不問回報，只係單純想對方好。照顧人對佢嚟講已經變成習慣，就算辛苦都唔會講出口，願意默默為人承擔。人哋一句需要，佢就會即刻出現。佢嘅溫柔永遠都嚟得最及時。第二名雙魚座，好心腸指數94分。雙魚好難對人冷淡，每當遇到有人求助就會心軟。佢哋唔忍心見到人哋受苦，總係想替人分擔。就算自己都已經好攰，仍然會勉強撐落去。佢哋情願自己辛苦一啲，都唔希望見到人哋受傷。第三名處女座，好心腸指數90分。處女成日都會留意朋友嘅需要，連細微嘅小事都會記喺心度。見到有問題就自然會出手，唔會張揚，但一直會默默幫手。佢哋習慣將事情安排妥當，只希望人哋可以少一啲煩惱。就算冇人提起，佢都會自己去完成，將體貼埋藏喺細節入面。你係咪都係樂於助人嘅人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